聖誕巨星。親愛嘅朋友，請問你有冇留意到，通常喺聖誕樹嘅樹頂上面都有一顆好大嘅星呢？原來呢顆星同聖誕節嘅由來同埋意義，甚至你同我都有非常密切嘅關係。喺2000幾年前，有幾位研究星象嘅博士喺天上見到一顆好奇特嘅星，佢哋就憑住呢一顆伯利恆之星，又名聖誕之星，千里迢迢由波斯，即係現在伊朗嘅一帶，嚟到以色列嘅伯利恆城，尋找耶穌基督。基督就係受膏者嘅意思。喺聖經馬太福音2章2節裏面嘅記載，佢哋嚟到耶路撒冷城，就問：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？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，特來拜他。呢幾位博士唔怕路途遙遠、困難險阻，抱住十分認真嘅態度，按住嗰粒星嘅指引尋找新生王。佢哋仲預備咗珍貴嘅禮物呈獻。今日亦都有好多人慕名參加教會嘅聚會，查考聖經，為嘅就係多一啲認識耶穌同埋基督教信仰。當我哋願意虛心尋求認識耶穌基督嘅時候，一定會發現佢唔單止係猶太人嘅君王，更加係全人類嘅救星。耶穌先至係真正嘅聖誕巨星。喺聖經提摩太前書1章15節裏面講到，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，這話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耶穌係上帝降世為人，佢成長同一般嘅小孩無異，佢充滿智慧同埋能力，佢自小學習聖經，明白佢降世嘅特別任務就係為世人嘅罪受懲罰。佢甘願為我哋嘅過犯捨命喺十字架上，而且第3天從死裏復活，證明佢係得勝死亡罪惡嘅真神。親愛嘅朋友，唔好以為一定要擁有好良好嘅背景、學問、成就，先至能夠成為超級新星。我哋想話俾你知，凡信靠耶穌基督嘅人，無論順逆，都可以獲得豐盛嘅生命。9次奪得香港傑出運動員星中之星嘅女車神李慧詩，佢對自己有極高嘅要求，佢都需要常常藉住親近神，令到佢重新得力。每次賽前，佢都會同神講：無論結果如何，我要榮耀你，我信神係我嘅力量。喺聖經啟示錄22章16節、約翰福音10章10節下都有講到，耶穌話：我係明亮嘅晨星，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我哋誠邀你繼續尋求真理，早日接受耶穌做救主，俾佢引導你展開光明燦爛嘅人生。